葡韻嘉年華喺龍環葡韻舉行，活動集歌舞、遊戲、美食多國風情於一身，仲有葡萄牙傳統遊戲、手動足球比賽以及係兒童遊戲等等，讓市民同埋旅客沉浸體驗葡語系文化嘅多元魅力。邁進第28屆嘅葡韻嘉年華，今年聚焦安哥拉文化，並且展現多個葡語國家特色。活動當中，嚟自安哥拉、巴西、佛得角、莫桑比克、葡萄牙、東帝汶等等嚟自10個葡語國家以及地區嘅演出團體，將會聯同40幾隊本地葡語藝團輪番獻藝。葡韻嘉年華今年再度與中葡文化藝術節聯動，由即日起至到11月2號期間，連續2個週末喺龍環葡韻舉行，帶嚟特色美食同埋藝術作品展示，喺充滿歷史風情嘅世遺建築、社區空間同埋現代劇院當中，呈現超過80場精彩節目，打造一場跨越國界嘅文化盛宴。觀眾可以藉此感受各地區嘅傳統民族文化。第7屆相約澳門中葡文化藝術節喺2025年10月至到12月期間舉行。今屆中葡文化藝術節串聯多項核心活動，包括有心靈記事2025中國與葡語國家藝術聯展，將會帶嚟風格多樣嘅當代藝術創作。今屆中葡繪本書展以童話世界作為主題，一連10日展銷800幾種以中葡文為主嘅多種語言繪本同埋兒童讀物。社區傳統街舞表演，邀請到中國內地、莫桑比克等地嘅歌舞藝團一齊走進唔同嘅社區，等大家感受唔同嘅歌舞文化。澳門作為2025年東亞文化之都，第7屆中國與葡語國家電影展以跨界作為概念，通過銀幕呈現跨越地域嘅人民故事。中葡品味工作坊將會舉辦3場手沖咖啡工作坊，等參加者深入品味咖啡嘅特色。第7屆相約澳門中葡文化藝術節雲集超過780位海內外藝術家以及係演出者，向市民同埋旅客呈現超過80場精彩嘅節目。